我哋教佢指攬，下盤下場。3秒進攻。換人，坐低。靚追。第一下要入啦。我正想講，你想講你都話你打下入去。收埋。有冇揸車？有啊，全部都係啊。勁多人揸車喎，好似抄牌喎。之後話2000幾蚊喎。抄牌。罰球冇。你邊度車匙我幫你噴下。但係你而家一還抄咗。以你呢個速度，又用呢個速度，以你呢個3.5個速度咁樣行嘅喎。跳錯做手，前面先啦。佢又減慢咗速度啦。減慢咗個咩？好大佢。呢個自己追尾，成功，好波，又係咁，又係兩個落去。10秒，喂，冇俾人逼高，打晒，4、3、2、1。緊，成日都係咁，叫好幾多聲啫。幾多號嚟㗎？7分鐘。連大隊都冇個蓋，咩頭大咗幾耐？咁你而家點啊？留一隻，4次幫我轉次嘅。快
打晒。啊！差亂。呢條有個，教波。你空晒咯！你入埋去，你都空晒，你都唔想。先上翻葫蘆頂。出去啊！來大啲一場。我要。好波。兩頭。佢上啊！佢幾多人？佢大把。係有啊。有。冇爭。交咗啦。呢度幾多嘅？50分。你送啊！146，白色領先。6分半。你呢邊？你呢邊？3秒成功。入3。足啦，最後一次。6分鐘啊！快go！好嘅。呢佢走得唔好跳。搞定。停波，冇犯規。舉手。3秒過場啫，冰埋。有太冇。有太冇。前面。升。追尾，最大。車匙。白色34號3飯。出陣。
邊走，中人翻嚟，快！阿力，抵反啊！喂，犯規！做邊個？歪向前邊啊！慢些！前面。對足，對人，對位啊！唔好對位。阿力啊，慢嘢。你落花位，再講，我俾你。3秒進攻。中央，點換呢個可以換，又追你，幾分波啊？34.4分。白色偏鋒3次。好。而家3分半。舉手。再做。捉人。3分10。冇偷，捉人㗎。20分57。你做得。4線。邊地。係啦，對到啦，文生。對手。阿球過到嚟。高進。3分鐘。中間，俾一波俾先。好死打咯。OK。有兩個啫。好波。3分。好啊。可能反咩啫？捉人。2分鐘，3。好嚟㗎，佢哋快啲㗎佢。比數60-61。之後5度跑落去。1分23秒。3。比數而家。0度。到啦。你落去講先啦。翻去啊！唔好再落手啊！先叫佢。我衰落去擋咗。
呢個。時間1分鐘。1-0啦，唔好再勾打啦。冇落手啦！對個波先，俾先，雙兩檔，反擋，係正嘅，唔好落手得啦。好喺度。我哋望反擋嗰邊咯。60秒。俾壓力。開啦波先，時間剩餘23秒。時間捉人㗎，開啦波先。唔打，照下力，打晒時間，擺檔地氣。11秒。企上去，唔犯規，舉手，可惜34號5分，3秒。深呼吸啊，柏球。3秒。可惜。調轉。進起第二個做講。先上頂。唔係啊。底線吹到底線先喎。我係先嘅，但係足1秒啊，兩邊教練。Michael，進氣45度，進氣。手啦，撳雞。係啊，冇晒。